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又搁是迫害遭之乱。这是发生伫台北捷运大桥头甲3号国中站，有一个少年呢坐伫迫害座，结果有一个80岁老先生大声甲嚷，一直嚷到这个少年呢让位才来收煞。台北捷运再一次来强调讲，坐这个迫害座无限制、无标准，有需要的人拢会当坐。你坐。 我马上打电话，我打电话马上叫来警察来啊！台北捷运车厢内吵吵闹闹，一个80多岁老公啊，手举一个少年人，一直咧骂，佮威胁要报警察。莫名其妙，谁都不爱坐，65岁的人坐，别人站着，我要赶他们走，别爱坐。 老公啊，敢若看到少年人坐伫迫害座，家己佮无位通坐，就不满伫咧证人面头前屁屁叫，甚至佮讲边仔是大人才有资格通坐，不过嘛直接互人堵。我已经80岁了，然后呢，坐啊，你要坐就坐，晚上对啊，我说年轻人嘛不让坐了，65岁以上，坐嘛，神经障碍了。少年人啉袂调，应几句，两个人就起冤家，边仔乘客看袂落去，出面甲挡，不过煞互这个老公啊嘛惨累。这场纷争一直到老公啊坐到椅仔才来结束，不过嘛惊动到站长甲保全来关心。 迫害座之乱就第一站暗时7点外下班时间，大桥头到3号国中站之间，老公啊主张65岁以上的士大人才会当坐，不过敢安呢？不爱坐到底谁能坐？看看这看板没有特别注记年龄或者是身份，只要是需要的人都可以乘坐。敬老尊贤是应该的嘛，但是有时候你要看状况啊，有些老年人身体还是很健康哦。有需要坐的人，就是上车的话，还是会需要让座，但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一直空在那边。不爱坐，年纪不是唯一标准。 身心障碍者等优先使用。台北捷运一直宣导用迫害座无标准，座位是提供予有需要的旅客。同时为福保嘛修正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草案，要甲迫害座改做优先式，就是要扩大民众的使用范围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